姜濤聲音全拆解，監製話佢係短跑手，溫婉對比剛烈嘅終極反差。各位巴斯打安好，歡迎收睇魚眼雷達。今日我哋要深度拆解一個話題，就係大師兄姜濤嘅聲音魅力。最近監製 Edward Chan 個訪問出咗之後，我見各大社交平台同好多討論區喺度傾，點解監製會用短跑手嚟形容姜濤？今日雷達就同大家逐點拆解，睇下呢個形容詞背後隱藏咗幾多對姜濤嘅深度觀察，同埋點解呢句說話其實係講緊一個巨星嘅核心特質。我曾經喺一啲報道入邊話佢係一個短跑手啊，即係佢就係一個由靜態去到動態係嚟得好 drastic 嘅人嚟嘅。OK， 係啦，咁我會感覺得到姜濤佢本身平時有一個溫婉嘅部分，咁但係佢喺台上邊佢要 present 一樣嘢嘅時候咧，佢個能量係 drastic 嘅，佢爆發力係好強烈嘅，咁所以就同佢個溫婉嘅tone and manner 咧就好相近。監製喺訪問入面提到一個好關鍵嘅概念，就係聲音嘅獨特性。佢話姜濤把聲嗰份辨識度，由全民造星到而家都保留得好好。喺呢個工業化嘅樂壇，唱功好嘅人真係一街都係，你隨便去間 K 房都聽到有人唱得好過好多歌手，但係有幾多個人係你一聽就知係佢？唔使睇畫面，淨係聽聲你就知道啊，呢個係姜濤。你試下諗翻轉頭，由蒙着嘴說愛你嘅溫柔，到 Dear My Friend 嘅心情，再到 Dummy 嘅型格，仲有鏡中鏡嘅爆發，就算曲風完全唔同，但你一聽把聲就知道係佢。呢啲就係監製所講嘅聲音獨特性，唔係靠技巧雕得出嚟，而係靠嗰份與生俱來嘅聲音質地，同埋佢獨有嘅情感表達方式。呢份獨特性其實就係藝人最難得嘅 character， 亦都係公司最值錢嘅資產。你可以捧紅一個人有技巧，但你捧唔紅一把獨特嘅聲，因為呢啲嘢真係天生嘅。即係譬如我相信大家喺網上邊都睇過唔少佢嘅訪問啊，佢講嘢其實都有一種 mellow，同埋有一種淡定喺入邊嘅。咁所以呢一樣嘢碰埋佢嘅聲線係一個佢嘅基本嘅 character，但係當佢邊燃點去作為一個表演者剝開咗個外殼去衝出嚟嗰時候咧，個能量感係嚟得好剛烈，嗰把聲嘅嗰個 energy 同佢平時 project 出嚟嘅形象，咁唔一樣嘅，係啊，就留下咗一個深刻嘅印象。好啦，講翻個核心，點解係短跑手？監製用咗一個好正嘅對比，佢話姜濤平時俾人嘅感覺係 mellow， 係溫婉，係好淡定嘅。我哋平時見佢做訪問，同姜糖互動，嗰份慢條斯理，甚至係有啲僵硬嘅感覺，呢個就係佢嘅日常模式，好似一個收埋咗自己嘅人。但監製觀察到一個好重要嘅點，當姜濤一進入表演者模式，一企喺台上面要表演一樣嘢嘅時候，佢份能量係好 drastic， 即係好激烈、好大反差嘅。呢份由靜態到動態嘅爆發力，就係監製眼中嘅短跑手特質。我哋用運動嚟比喻就明，短跑手同長跑手嘅分別，在於短跑手係用盡全身力量，喺最短時間爆發出最大能量。100米短跑，你唔會流力，因為你一流力就輸。你係要用盡每一嚿肌肉，喺10秒之內爆發出全部潛能。姜濤台上嘅表演就係咁，你睇佢跳舞，每一個動作都好盡，每一個定格都好有力量。你聽佢唱歌，每一句都好似用緊全身力氣去傳遞情感，尤其係高音同爆發位，你會 feel 到佢係扯到盡嗰種。佢平時收埋自己，但一言點咗，佢會成個外殼剝開晒衝出嚟，嗰份能量感係好剛烈嘅。呢種溫婉同剛烈嘅碰撞，正正就係一種巨星嘅矛盾美學。你會覺得呢個人平時好似好易蝦，但一上台佢就係王，你唔敢睇小佢。呢種反差先至係最吸粉、最令人移唔開眼嘅地方。
如果你有追開姜濤，你會發現呢份短跑手特質其實由始至終都冇變過，只係越嚟越成熟。回想翻全民造星時期，其實已經有嗰種一開口就吸住人嘅能力，但當年嘅爆發係比較原始嘅，係一種我唔理咁多，爆咗先講嘅感覺。到咗蒙着嘴說愛你，佢開始學識收放，溫柔嘅部分可以好溫柔，但 chorus 一嚟，嗰種爆發力依然喺度。再到 Dear My Friend， 你會發現佢嘅情感表達更深層次，唔係一味靠爆，而係有層次咁將情感推上去。最新嘅作品好似寂寞圓舞 Lava， 你會發現佢嘅短跑手特質已經進化到另一個層次，佢知道幾時要收，幾時要放，幾時要留力，幾時要盡爆，呢啲就係經驗累積翻嚟嘅智慧，變嘅只係舞台大細同埋觀眾嘅掌聲，但嗰份一上台就爆嘅能量，從來冇變過。而家大師兄遠征倫敦，好多人會問外國朋友聽唔聽得明廣東話？歌詞入面嘅意思佢哋領略到幾多？其實監製呢句評語一語道破咗姜濤嘅爆發力同聲音辨認度係跨越語言隔閡嘅武器。音樂呢樣嘢，情感永遠大過語言。外國觀眾可能聽唔明歌詞，但佢哋一定感受得到嗰份衝出嚟嘅能量感，佢哋會起雞皮，會覺得 Wow，this guy is really giving his all。呢啲就係表演者最珍貴嘅特質。我喺 Threads 見到有外國粉絲留言，話第一次聽姜濤唱歌，完全聽唔明歌詞，但係喊咗出嚟。點解？因為情感係共通語言。呢份短跑手嘅衝勁，絕對會喺倫敦舞台上面幫大師兄留低一個好深嘅印象。講真，一個藝人要走得更高更遠，唔係靠模仿人哋，而係要守住自己嗰份獨特性。呢行成日話要轉型，要突破，但最難得嘅係喺轉型同突破嘅同時，仲保留到最初嗰份打動人嘅本質。姜濤由始至終都冇變過，佢依然係嗰個平時溫軟，上台就火爆嘅表演者，佢依然係嗰個一開口你就認得嘅聲音。你哋覺得呢份爆發力係咪姜濤最迷人嘅地方？呢份聲音嘅辨認度係咪你哋心目中大師兄最強嘅實力？你係由邊首歌開始一聽就認得佢把聲？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故事。多謝支持，我係雷達，下次再傾，拜拜。大家好，歡迎嚟到魚眼雷達，呢度冇大道理講㗎，只係負責偵測下啲趣味情報。如果你覺得呢堆廢話仲算有營養，歡迎按 Thanks 請雷達飲杯咖啡，真係好多謝你，雷達靠你撐，下條片見。Lava turns into water, water turns into water.